導遊過幾十個國家之後，你覺得邊啲地方最適合女仔 solo trip？第5位台北啦，首先最重要係因為大家溝通到先，尤其是呢一個人咧喺出邊嘅時候咧，如果有咩事想揾人幫手，起碼都講到個語言先嘅，同埋就係物價低啦，同埋交通方便。第4位日本啦，太多城市可以去啦，即係無論你係想 shopping 啦、食嘢啦，定係做其他活動啦，都有好多選擇，所以自己一個都唔怕悶。我諗日本係3歲至80歲去呢，都係會令佢哋愛上嘅地方咯。第3位南極，其實我覺得南極咧係真係好啱自己一個人去，因為你只要上到個船之後咧，就所有嘢都幫你安排好晒啦，行程佢幫你計劃好啦，衣食住行佢又搞掂晒啦，佢完全唔使用腦，真係可以好好地享受一個人嘅時間。咁其實咁講係所有嘅遊輪之旅都係好適合一個女仔去嘅喎。你講得非常之正確，但係南極你就可以睇到更加多不一樣嘅風景啦。第2位就奧地利，因為佢係一個動靜皆宜嘅地方啦。首先就係佢文化底蘊非常之豐厚啦，音樂啦、藝術等等咧。如果你中意呢方面嘅嘢咧，你可以揾到好多樂趣。其次咧，如果你中意滑雪咧，奧地利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嚟嘅。第1位係布達佩斯，竟然係一個相對小眾嘅東歐城市 ，surprise 喎。係啦，因為我覺得佢係集結咗可能歐洲好靚嘅建築物啦，但係佢係東歐嘅物價就相對平啲啊，同埋佢城市嘅夜景非常之靚啦，嘢食又好食啦，亦都相對安全啦。但係當然去到歐洲都係小心扒手，但係整體我覺得都非常適合獨遊嘅。我好中意佢嘅牛肉湯，到依家我都仲記得。